有了解歷史嘅朋友都知，《三國演義》對趙雲嘅戰績有唔少虛構同誇大嘅成分。不過，史書記載嘅趙雲都好傳奇。但如果要按歷史嚟講，硬係話歷史上嘅趙子龍係完美武將、常勝將軍，咁就感情色彩太重啦。其實趙雲指揮打仗嘅才能並唔算特別突出，但係話趙雲只係個保鏢或者二三流武將，咁又唔多啱。《三國志》嘅作者陳壽稱趙雲同黃忠並作爪牙，即係話你再點貶低趙雲，都必須承認佢係蜀漢同關羽、張飛等人齊名嘅猛將。陳壽話趙雲就好似係劉邦嘅親信大將夏侯嬰一樣，夏侯嬰曾經喺危難中救咗劉邦同佢嘅子女，深受劉邦信任。趙雲都好似救火隊長咁，經常喺危急關頭挽救隊友嘅生命。軍事唔單止係指揮打仗殺敵，佢喺軍事方面有自己嘅天賦。用一個詞概括就係救火隊長。咁今日就等我哋講下趙雲嘅一生。公元191年，袁紹同公孫瓚爭奪冀州，冀州各郡國都忙住喺兩雄之間揀邊站。常山國相府嘅官員決定支持公孫瓚，於是就推舉一位德才兼備嘅人物，代表本國率領自願從軍者同官兵，跟隨公孫瓚征戰天下。呢位萬中無一嘅人物就係常山趙子龍。趙雲，字子龍，身長8尺，姿顏雄偉。佢唔單止德才兼備，仲係常山國中好有威望，尤其擅長率領騎兵。不過趙雲嘅出身同年齡就冇記錄。公孫瓚一見到趙雲威風凜凜，心入面好歡喜，於是就開玩笑咁話：聽講你哋冀州人都走去依附袁紹，點解你偏偏可以迷途知返呢？趙雲不卑不亢咁話：天下大亂，唔知邊個對邊個錯，百姓有到懸之危。我哋常山人經過商議，決定要追隨實施仁政嘅地方，並唔係因為我哋偏愛將軍。早年嘅公孫瓚守護邊疆，佢嘅上司係仁義嘅劉虞。公孫瓚唔耐前仲因為擊敗清徐黃巾軍而被朝廷拜將封侯，而袁紹就啱啱從盟友嗰度榨取冀州，破壞聯盟，仲陰謀另立新軍，順於掃地，而且仲係朝廷指定嘅逆賊。所以話趙雲讚公孫瓚嘅仁義，又表明本國追隨仁義嘅立場，個格局一下子就高咗。自此佢就跟隨公孫瓚四處征討。之後公孫瓚同袁紹喺界橋決戰，公孫瓚大敗。呢個時候嘅趙雲歷史冇記載，演義裏面趙雲喺關鍵時刻出場救出公孫瓚，但歷史上冇記載，可能係因為趙雲當時嘅地位實在太低，冇辦法力挽狂瀾。之後公孫瓚又反撲返冀州，呢個時候劉備都加入咗公孫瓚嘅隊伍，公孫瓚仲聯絡埋徐州牧陶謙做盟友，一齊對抗袁紹同曹操。呢次會戰就係龍湊之戰，結果都係公孫瓚輸咗。不過公孫瓚任命嘅青州刺史田階控制咗平原，於是公孫瓚就將劉備留喺田階身邊，做田階嘅向導同副手。喺呢段時間，趙雲同劉備兩個人一見傾心，趙雲亦選擇留低追隨劉備，劉備就俾佢指揮騎兵喺田階麾下。劉備軍團屢立戰功，劉備就做咗平原縣令，再升任平原相國。喺呢度，趙雲見識到劉備一代人君嘅風采。當時平原嘅百姓經常俾賊寇劫掠，窮苦不堪。劉備嚟咗之後，唔單止剿滅賊寇，仲將財物分俾百姓，無論讀書人定係普通百姓，都可以同佢傾偈，同一個大鑊度食飯，個個都覺得受到尊重。只係1年零多少少嘅時間，平原國就出現百姓安居樂業嘅局面。趙雲同劉備係同一路人，劉備又主動結交趙雲，於是兩個人結下深厚嘅友誼。反觀二老細田階就經常劫掠百姓，搜刮民財。留喺平原國嘅第2年，大老細公孫瓚更加倒行逆施，捉住上級領導幽州牧劉虞，關起嚟自己統治幽州。趙雲家鄉嘅官員喺大是大非面前好有血性，大罵公孫瓚，結果俾公孫瓚斬殺。趙雲見到公孫瓚已經同人正背道而馳，心入面徹底失望，就借口話阿哥過身，辭官返鄉。劉備知道趙雲唔會再返嚟，拉住趙雲隻手，
久久唔肯放開。趙雲安慰劉備話：我趙雲終究唔做違背道德嘅事。亦有另一種解讀係：我趙雲唔會辜負你嘅恩德。兩個人再次相遇，已經係6、7年後嘅鄴城。呢個時候，公孫瓚已經死咗，袁紹已經攞晒大河以北嘅地盤，同曹操開戰。劉備呢幾年2次丟咗徐州，今次又走去河北依附袁紹。趙雲喺呢個時候投奔寄人籬下嘅劉備，無異於雪中送炭。兩個人喺同一張榻上面傾咗成晚通宵。劉備當時冇軍隊，心入面好唔安樂。第二日，趙雲瞞住袁紹，為劉備秘密招募咗幾百名士兵，聲稱係劉備之前被打散嘅部卒。直到劉備真正嘅部曲陸續趕嚟鄴城，劉備先至放下心嚟。睇史料你就會發現，唔單止關羽、張飛呢啲骨幹誓死追隨劉備，連普通士兵被打散之後，都經常唔怕千里遙遠走嚟揾劉備，明知劉備開唔起糧餉，都係要翻嚟。咁究竟為咗啲乜？劉備輾轉依附荊州劉表，屯兵喺劉表嘅北大門新野。劉備就趁住曹操遠征嘅機會，領兵北伐。喺撤軍時，劉備喺博望坡伏擊咗曹軍大將夏侯惇同于禁。喺呢場仗，趙雲生擒咗自己嘅老死，曹軍將領夏侯蘭。趙雲知道夏侯蘭係法律方面嘅人才，於是就將佢推薦俾劉備，並冇將夏侯蘭編入自己嘅部曲。呢件事說明趙雲大公無私，而且係真心希望朋友有更好嘅發展舞台。幾年後，曹操大軍南下，當陽長坂坡一場血戰，劉備軍被徹底擊潰，軍屬同家眷都打散晒。劉備帶住諸葛亮幾個人騎馬先走，唯獨趙雲逆行向北而去。劉備揾唔到趙雲，有人就話趙雲都往北邊投靠曹操啦。劉備激到用手指掟過去，哇！子龍係鐵石心腸，唔會離棄我而去。冇幾耐，趙雲就懷抱住劉備嘅幼子阿斗，保護住劉備嘅妻子金夫人，避過虎豹騎嘅追擊，平安返到劉備身邊。呢場仗極之凶險，如果冇趙雲逆行救護，金夫人同阿斗恐怕就好危險，因為劉備兩個女同徐庶嘅母親都俾虎豹騎俘虜咗。史書話趙雲喺當陽之役於危難中逆行救主，展現咗雖千萬人唔往矣嘅氣概。而家好多讀者成日糾結歷史上嘅趙雲喺長坂坡究竟殺咗幾多位曹軍名將，斬咗幾多面大旗，究竟係幾進幾出？大佬啊，呢個係真實世界，能夠從5000虎豹嘅眼皮底下逃脫，已經好犀利。救主係天大嘅功勞，殺幾多人重要咩？赤壁一場大戰，粉碎咗曹操一統天下嘅雄心。趙雲跟隨劉備收復荊南4郡，劉備任命趙雲做偏將軍，代替啱啱投降嘅趙範做貴陽太守。趙範心入面始終唔安樂，就諗住將守寡嘅家嫂范氏介紹俾趙雲做老婆，想借此拉攏。范氏有傾國傾城嘅美貌，但趙雲唔同意，推辭話：你我同姓，你阿嫂就好似我阿嫂一樣。當時有人被范氏嘅美貌迷倒，就唔理解。趙雲解釋話：趙範係被逼投降，唔知佢有乜嘢圖謀。何況天下好女人多的是，點可以俾美色迷幻？好快，趙範就叛逃咗，而趙雲就冇被捲入呢單案。退一萬步講，趙雲做嘅亦係謹慎穩重、公正廉明。俗語話：英雄難過美人關，能夠喺勝利時頂得住美人計，真係唔容易。劉備知道趙雲謹慎穩重，喺出外征戰時，經常叫趙雲做留營司馬，鎮守大本營，管理軍務，甚至內事。成日有人話劉備唔重用趙雲，屋企都交俾趙雲守，仲叫唔重用？唔通要劉備封趙雲做太子先算重用咩？劉備續賢嘅夫人係孫權個細妹，平日驕縱，佢嘅侍衛同隨從亦都驕橫不發，但喺趙雲嘅威懾之下，不得不收斂。劉備入蜀之後，孫權派船隊接孫夫人返東吳，孫夫人想趁機帶走劉禪，好彩俾趙雲同張飛喺長江上截住，劉禪先冇淪為人質。劉備嘅入蜀之戰並唔順利，軍師龐統亦都戰死。諸葛亮、趙雲同張飛各率軍入川，一齊攻下江州。之後兵分3路，趙雲獨自率軍攻取江陽、建衛等郡，再同大家會師攻克成都。
邊個話趙子龍冇戰績？歷史記載簡略啫，但你要話佢攞下江陽等郡有幾咁厲害，咁又唔夠嚴謹。因為呢啲郡雖然地盤大，但有幾多名將同士兵鎮守，史書都冇記載，只可以講戰績唔細，但含金量唔算高。平定益州大功告成，眾將之中，有啲人盼住瓜分城中房舍同城外原地桑田。趙雲就話：霍去病講過，匈奴未滅，何以家毀？而家國策唔單止係匈奴，所以我哋仲未係享受嘅時候。等天下平定之後，我哋各自返鄉下耕田幾好，唔好搶益州百姓嘅田。益州啲百姓啱啱經歷完戰禍，我哋應該將田宅還返俾佢哋，等佢哋安居樂業。佢哋日子穩定咗，就可以正常服兵役、納戶稅。咁佢哋亦都願意擁護我哋。劉備一向覺得求田問舍格局太少，即刻借住趙雲嘅建議，駁回咗嗰啲人嘅請求。有人話趙雲情商低，得罪同僚，我認為呢個係原則問題。如果能夠令百姓免於劫掠，得罪同僚又算得係乜？再講，呢啲係正經同僚咩？正經人邊個成日諗住分百姓嘅田地？世上邊有咁多無緣無故嘅愛？趙雲民間形象好，後世觀眾中意佢，都係合情合理。從另一個角度分析，趙雲其實亦都係代劉備講咗佢唔方便講嘅嘢。劉備喺攻成都之前，向將士許諾過，入城之後，佢亦主動兌現諾言，喺成都大肆賞賜，但代價實在太高。好快又令劉備憂心忡忡。呢個時候，趙雲出嚟阻止咗分房屋、分土地嘅提議，劉備點會唔高興？5年後，劉備率軍襲取漢中，猛將黃忠斬殺曹軍主將夏侯淵。2個月後，曹操親自率軍嚟戰。當時糧食運輸對雙方都好重要，於是就發生咗趙雲漢水破敵嘅事。當時黃忠得知曹軍運輸大批糧草到北山，就同趙雲約好時間一齊去搶奪，但黃忠過咗約定時間都冇音訊，趙雲就帶咗幾十騎兵出營揾佢，點知咁啱撞見曹操嘅大軍，曹軍前鋒二話不說就向趙雲發起衝鋒，一開打，曹軍嘅大隊人馬就圍埋過嚟，形勢所逼，趙雲突入敵陣，邊打邊退，殺出一條血路。之後又被曹軍圍起，再次突圍之後，趙雲發現副將張駐受傷被毀，又回頭突入敵陣救出張駐，一路飛奔返營寨，殺咗個3進3出。曹軍追到營寨前，當時趙雲呢邊嘅守將即刻想關門防守，俾趙雲阻止。趙雲下令大開寨門，偃旗息鼓，曹軍就懷疑趙雲有埋伏，唔敢進軍，準備撤退。點知突然聽到趙雲營中戰鼓聲震天，萬箭齊發，曹軍大為震驚，自上踐踏，好多人被逼到河道浸死咗。第2日，劉備到咗，了解成件事之後，不禁感嘆：子龍一身都係膽。於是將士們就幫趙雲起咗個外號虎威將軍。荊州失陷後，劉備要為關羽報仇，打算東征。趙雲保持冷靜頭腦，勸劉備話：我哋大漢嘅第一要務就係剿滅國賊曹操。而家曹操死咗，佢個仔曹丕篡漢自立，天怒人怨，民聲沸騰。如果我哋王者之師進軍關中，討伐逆賊，天下嘅義士都會歡呼雀躍迎接我哋，真係唔應該放低曹魏去打東吳。而且我哋一旦同東吳開戰，想停落嚟就好難噶啦。劉備聽唔入耳，堅持東征，派趙雲做江州都督。第2年，劉備大敗於夷陵，10幾年培養起嚟嘅忠勇將士喪於敵手。救火隊長趙雲率軍趕去接應。喺後主時代，諸葛亮第一次北伐，用聲東擊西之計，佢揚言要從斜谷道出兵，呃咗曹魏同曹真。曹魏就派遣曹真大軍守喺嗰度，諸葛亮又派趙雲同鄧芝率兵去斜谷道配合做疑兵，自己就率領大軍出祁山。但趙雲喺前期兵多過敵人嘅時候判斷失誤，冇辦法喺基高具有利地形打擊敵人。等到曹真派嚟增援大軍之後，趙雲更加擋唔住，不幸打咗敗仗。好彩趙雲擅長救火，及時聚攏兵馬固守，又親自斷後，所以糧草輜重同兵馬都冇乜大損失。不過趙雲為咗阻擋魏軍追擊，情急之下燒毀咗棧道，
直接就令諸葛亮下次北伐少咗一條進軍路線，變相為曹真預測諸葛亮下次進軍路線降低咗難度。諸葛亮喺天水戰場錯用馬謖守街亭，最終都敗回漢中。戰後總結，諸葛亮同趙雲都被貶職，可以話係兩路人馬嘅主要負責人承擔失敗嘅責任。諸葛亮想將啲布匹賞賜俾趙雲，趙雲話打咗敗仗唔要賞賜啦，啲布留俾將士過冬啦。諸葛亮對趙雲嘅品行大加讚賞。好可惜，第二年趙雲就過咗身。30幾年後，後主劉禪下詔比趙雲家世好。姜維等人認為趙雲功勞多，忠誠守法，應該視趙雲為順平后。歡迎嚟到點睇歷史，回顧趙雲嘅一生。佢大部分時間統率住劉備手下精銳騎兵，而且喺劉備啱啱得到荊南就能夠獨當一面，做貴陽太守。入蜀時又獨領一軍，後來做過江州都督，仲有中護軍，呢啲都係手握兵權或者出陣一方嘅重要職位。雖然趙雲打仗確實差啲，唔係咁完美，講唔上係乜嘢常勝將軍，但係我依然中意趙雲。歡迎大家訂閱我嘅頻道，我會繼續分享多啲三國正史俾大家。